后来过来是这个台中有在地团体发起着罢免立委陈碧慧的行动，成立着3Q 总部。发起人讲，因为陈碧慧骗选票、骗眼球，所以发起着罢免。陈碧慧是来回应讲，爱我调整脚步，迎合着罢免的声音，然后变做一个咱家己嘛讨厌的大人，这嘛唔是伊会当做的代志。3Q 行动全面启动，3Q 行动全面启动。罢免团体发口号成立3Q 总部，要罢免立委陈碧慧。他是不是讲的每一句话就是诈骗集团，根本就没有想要实现，只是想要骗选票、骗眼球。罢免团体提出陈碧慧记录，点出认为伊无责任的所在，包括把公党选要关中会一天无做到，阁有针对内地议题，陈碧慧讲家己该食米猪蜜水火腿。在这1年当中，他根本就没有为我们这些庶民百姓做一个很好的立委的职责。立法院里面讲的话又是乱七八糟、随心所欲，所以这种的立委，我们怎么可以让他一直做下去呢？罢免团体召集人苏苏要伫2月初8进前，甲提议人名册上中选会。你要我调整脚步，迎合罢免的声浪，然后变成一个我们自己讨厌的大人，这也不是我能做的事情。针对罢免团体正式启动罢免，陈碧慧讲未来改变。这就是民主，坦然接受，那当然也会正面迎击。陈碧慧讲，这就是民主，家己会来接受，卖正面迎击。